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伫新北市新店的法务部调查局，昨暗8点外火烧厝，消防局接到报案，赶紧去拍火，加载无人伤亡。火伫9点外拍花。初步了解，导火所在是伫1楼珠通安全处的办公室。调查局是表示，相关的电子资料拢有备份，无影响调查局的工作。若详细导火原因，要去调查。办公室内面一流火冲出，伫新北市新店区的法务部调查局24暗8点外传出火警，新北市消防局接到报案，派27台车69个人来拍火，到位的时阵已经规个拢导火。经过我们的这个部署完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救灾的火场的控制，那么在短短的大概10来分钟我们就把整个火势来控制了。火伫咧9点外控制拍花，消防局讲，导火的所在是局长办公室所在联政大楼，导火点是伫1楼的珠通安全处办公室。因若储存国家机密资料的电脑主机设备是无伫咧导火办公室内边。调查局长王俊麟也到现场了解。王局长于现场了解状况，现场并无人员伤亡，且办公室内相关电子资料皆有备份，不影响本局工作运行。珠通安全处专门伫咧办境外敌对势力的假信息，也有反骇客作战。火灾发生了，也暂时影响调查局官网的运作。因若导火原因，也有等消防局火场监视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台铁伫昨昏小连线接到2架炸弹的恐吓，歹徒是放条讲要伫一台高雄往台北的火车顶放3粒遥控炸弹。铁路警察局唔敢大意，赶紧加强巡逻，不过并无发现可疑的物件。不管是查甫查某的便所，任何有可能将这治安死角的所在，铁路警察拢一位一位检查，因为台铁24连续接到2件恐吓。先有人讲伫贵人车站放8粒炸弹，所以又搁接到通报，有人讲伊伫高雄往台北的火车顶放3粒遥控炸弹。本分局已派遣警力针对车站、月台、厕所及机房等治安死角逐一检视。截至目前为止，均未发现可疑人事物。恐吓的人叫贵人地检署，爱伫2点钟久内释放防任会成员，并且甲毒品现金，若无就被立即引爆炸弹。铁路警察遂立即侦办，因故无发现可疑的人事物，也个继续伫咧现场维护安全。本分局警力持续于现场执行安全维护工作，另已指派专人侦办本案，请民众放心。台铁一天内连续接到2件炸弹恐吓的威胁，虽然加强巡逻戒火了，证实现场安全，因过放火要恐吓的嫌犯也无抓到，警方还阁伫咧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受锋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今仔日是东北、嘉南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中昼过后南部、中部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夜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半部落雨范围拢会变宽。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是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温度的方面，日是北部、东部高温大约是24度至26度，中南部高温是27度至31度。若伫南部瓦近山区的所在，高温有机会会到32度以上。夜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中部以北、宜兰花莲低温存20度至22度。拜四开始，东北季风才会减弱，北部宜兰温度才会回升。也毋过真紧，伫拜六的时，有另外一波锋面会通过，北部宜兰天气拢会转凉，春天的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就要细致。来关心台南台江国家公园四草海埔顶礼拜受西南气流的影响，风影是真大，甲一罐一罐蚵仔加上花，3、4公里长的海埔拢是蚵仔，农民的心血拢乌有去。出动大型机具，担市蚵仔农民当咧边采收，毋过详细甲看，规岸边差不多3、4公里长，海拢是蚵仔，这拢是互海影抢就花的，阁有真侪民众是专工要来遮捡蚵仔的。
阮遮都有扣，阮住伫遮尔。安尼哦。爱就人修行啊，拍起来的啦。哦，拍起来哦。对啦，啊，你来扣，啊，你足好食的啦。我看有没有很重量。哦，有重量就是还是活的啊。哦，打算回去烤一烤吧，顺便来做净滩活动啊。台江四侧附近有真侪农民伫遮搭蚵仔饼饲蚵仔，不过受到最近西南气流的影响，大涌连续靠3天，蚵仔饼拢予海涌冲到山沿，所以遮的蚵仔干就拢对海流安尼抢就看，但采收期就要到，农民是要靠无目屎。几成哦，这无大人估计呢，因为安平、喜洲啊，也拢有啊，还无大人估计啊。那损失去的嘛是会心痛啊。损失哦，应该一成外应该是有啦。若要食是红豆拄无套刷嘛是会食一啦。农民是表示，这抢就换蚵仔有8成拢个是活的，差不多会当个活3天。不过抢就换蚵仔量收济，搭要回收根本就袂好，嘛只好在伊放乌烂。在海水高潮线的地方会看到更多的保丽龙，还有一些废弃科棚跟相关垃圾，所以不是只有牡蛎冲上岸而已，其实它冲上岸了更多的一些废弃物。有学者就讲，因为气候变迁、节气反常，打4月中的西南气流吹到贵，佮甲真侪废弃物拢抢就看，建议农民都要提早采收，莫佮等到6月底。若政府嘛应该管制饲的数量，莫去用一届性的铺具甲塑胶铺桶，等若造成的损失，嘛干那会当农民家己吞。记者转报道。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出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打算要扩大警政署保治总队，要加强维护国内关键基础设施。警政署的教育组当日规划训练120个战术训练政治教官，会接受4礼拜的国防训练，课程内底包括战斗、射击，还有安怎用手榴弹。这个训练结束了后，政治教官阁爱训练5500个警察，互因有法材料去对抗恐怖攻击，也是甲普通时啊的训练转做战时的能力。来关心联合报，新冠疫情转好，即马咱国内真侪防疫措施嘛，拢已经豆豆在放令。行政院长陈建仁今日下晡也会去参加疫情指挥中心的会议，听相关的报告了后，就会随调开记者会，公布咱国内当时要甲新冠肺炎降级，会对第5类的传染病降做第4类，疫情指挥中心嘛会降级也是改变。来关心中国时报，一台返向2000单人座的战机，去年3月14日在执行任务的时摔落海，加载飞官赶紧跳伞人平安。监察委员启动调查，认为当时军方的气象单位甲管制单位配合无好势，才会造成飞行员顾不将爱跳伞、爱放弃飞行机。即马是通过对空军司令部的纠正，空军表示尊重。继续关心，咱台湾让13当了后，即马是又搁争取到主办国际运输安全协会首长的年会。这个主办权即马计共总共有18个国家会来咱台湾参加。不过主办单位运安会最近是歹代日头逼出来是逼白哩，有立委就批评运安会拢无用咧相答，无发挥调查机关的作用。今年6月，国际运输安全协会预测首长年会会由台湾主办。2010年，咱国嘛捌主办首长年会，初当时是飞安会主办的，也就是即卖的运安会。运安会表示，目前已经组专案小组来筹备相关的事项，会在6月初的时候举行。我们从去年开始已经组成了筹备小组啊，目前积极在办理有关一查会议的相关的事宜啊。运安会将主委杨宏志。今年2月中，洪逼出以公务车去私人的行程，长时间无伫回来。虽然伊是好人，不过随着请示啊。目前主委的课是由副主委柯华玲来代理。不过顶一日佫逼出前主任秘书涂静年加补加班的时数。运安会证实，政风处已经启动调查，嘛进入司法的程序啊。一个免刷卡人员，到最后他的加班是你批准的，你凭什么批准他加班？其实我也很想跟委员说明哦，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地检署在调查。不是运安会近期的表现啊，争议不断，副主委啊，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来处理内部的冲突？我们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然后去思考应该要如何解决。代理主委柯华玲讲，最近的事件确实是影响回来的士气甲情绪，希望重整组织的文化，
重建护城基础，嘛透过政府单位进行内部管理。今年运安会工作的重点，除了举办以查首长年会，嘛希望透过修法降低太空事故调查的量能。另外，因应电动车普及，嘛会修订内部公路事故调查的程序，甲电动车甲自驾车纳入调查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前总统马英九伫昨暗各出国去访问，伊即届是要去希腊去参加第8届迪尼非经济论坛。毋过伊伫桃园机场并无发表讲话。面对媒体提问，前总统马英九敢若说多谢，伊是并无加讲啥物。前总统马英九会伫希腊当地时间2、6去参加迪尼非经济论坛的开幕，2、8时会去参加对谈，会针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发表演讲、发表讲话。伊的主题是台湾敢要成做后一个乌克兰，伊嘛会甲美国的智库对谈。那论坛的官方网站是甲咱前总统马英九的头衔写做台北前总统，咱的外交部有去协调了后，即马已经改正改转来台湾前总统。2024年伫明年，咱嘛要举办总统大选啊。针对两岸议题，民进党的赖清德提出3大行动。伊讲面对中国的威胁，爱民主团结、民主治理、民主和平。也那民众党的郭文哲伫美国访问，有美国的媒体就甲问讲，中共伊选调敢会甲北京对话？郭文哲是强调讲，伊的立场无亲像哪里遐尔极端，伊是各界拢会当接受的人选。另外有风声讲，国民党的侯友宜选择的口号是和平和民主。侯友宜并无证实，伊敢若强调讲，守护国家安全，这是伊的初心。2024总统大选，各阵营当积极备战。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赖清德，从大选开始准备，而是参加挑战2032台湾国家愿景系列论坛，希望甲台湾智库后一个10年的政纲纳入家己的政见，尤其是面临中国的威胁，爱有3大民主行动：民主团结、民主治理、民主和平3项民主行动，推动国家希望工程，从而让台湾能够达到民主、和平、繁荣的3大目标。当地美国访问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嘛同款讲到2项议题，批评国民党伤过配合中国，民进党被书记和团，那伊是各方拢会当忍受的人物。那如果您上任，你会跟北京谈吗？基本上倒是还好，就是说，因为毕竟我跟中国大陆没有那么大的冲突，所以我常说柯文哲是各方可以忍受的人物。国民党热门的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传出2番的论述已经定调做和平和民主，这敢是伊2024参选重要核心，伊要是无正面回应，强调和国家安全是伊的初心。那面对所有安全，我都愿意全力以赴，尤其在两岸以及在国际的形势诡谲底下，我们更应该守护台湾的安全，保护中华民族。针对国民党团希望党中央5月份赶紧定调，侯友宜表示，党有党的规划甲节奏，拢会尊重。不过，面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安怎做整合，会是国民党即卖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印尼南苏拉威西省有一座大卖场购物中心，伫24早远的时发生大火，传出有10个人掉伫火场内底，即马火已经拍花。商场的主管是表示，加在无人伤亡，所有人拢有救出来。消防员爬起日楼梯顶，用探照灯检查商场内面的情形。即间一个首府石冈市的购物中心2楼，24晚暗6点多发生火警，内面坐过买物件的人拢赶紧走出来。Kita nggak tahu itu asal apinya dari mana itu kita kurang tahu, tapi tiba-tiba asap itu udah tebal. Yang mungkin jadi permasalahan itu juga kita melihat bahwa orang-orang ini nggak tahu kalau mau kabur itu kemana, karena mereka itu lari ke arah。购物中心讲，所有人客拢已经撤出大楼，因为这礼拜是开斋节假期，伫大火迄当阵内面人真多。Kembangnya warna-warni dan ada lampu-lampunya, gitu, lampu-lampu kedap-kedip. Nah itu koslet ya, karena pengunjung ya biasa kelepakan. Jadi tadi Pak tidak sempat cepat sekali kejadiannya Pak ya? Cepat, itu kan yang terbakar kertas cepat. Nah, cuma karena ini kan mall ini kan full AC, kan tertutup semua.
makanya asapnya mutar-mutar di sini. Makanya sekarang kita buka. 警方讲将会监视现场进行调查，来确定是不是因为电线小拍电，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大火。另外，印尼气象气候及地球物理局指出，苏门答腊岛西边海域25透早发生规模7.3的地震，深度84公里，并且引起海啸警报。当局已经要求地方赶紧把海岸边的居民撤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那伫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有一间餐厅，有一项料理是伫披萨顶头点火来做表演，宣布细致去烧着装潢，造成这间餐厅内底2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另外，伫美国加州迪士尼乐园的烟火放烟火表演的时，13公尺悬的道具喷火龙熊熊导火烧起来，现场的民众是查无到底是特别的表演，还是真正导火烧。服务生甲酒喷伫披萨顶面，并且点火，那增加风味，手气效果也吸引袂少网络红人来拍卡。这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间意大利餐厅的招牌料理，无想却是变做火烧厝。餐厅导火，并且庆祝真侪高烟，人客惊到要死，赶紧走出来。看到人讲，伫当地时间伫暗时，服务生一手摕着料理，另外一手摕着喷枪，正伫进行黑暗披萨。道边的表演时，却是伫几秒钟了后，无小心去点道边的装潢，造成这个壁甲天棚拢都会烧起来。消防人员伫这个意外内底救出12个人，结果有2个人不幸死亡，其中有6个人伤势真严重，送病院。另外一边现场观众是一直哪看哪惊叫。就伫个2日，美国传说喜在加州迪士尼代表节目幻象奇观烟火大汇演进行到一半时阵，一只超过13公尺悬的巨灵的道具熊熊烧起来，火是愈烧愈大，野水也无法控制，也一直传出爆炸声。现场观众以为是另外增加的演出，一直到演出暂停，工作人员赶紧将游客疏散。游客才知影讲这毋是表演。加在游客甲火灵中间有一条河水隔开，照顾2名表演者小可去10条伤，需要部分园区关起来，无传出任何伤亡。火势尾也顺利甲拍熄，真正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译。嘛是美国总统拜登打算伫这2天有可能就对外宣布伊要拼连任，所以伫2024年明年美国的总统大选有可能就是拜登和川普要搁拼一届。严格根据美国媒体上新的民调，有6-7成的民众对这2个人选搁要拼一届，感觉真野心。Stand with me, and on November 5th, 2024, we will evict Joe Biden from the White House. 拜登正式宣布竞选阵营进程，表态挑战2024的川普伫非洲一场暗会演说，就目标对阵可能更高超的几年。You watch the rhetoric of this president of ours. He doesn't know what the hell he's talking about. He talks tough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soft, and he talks soft when you're supposed to talk tough. And he's all gaga. Then he walks off the stage. But he's supposed to walk that way. Go around. Where am I? 川普考试拜登现头，脑筋已经小到，也毋过拜登伫话就公布体检结果，讲有缘适合履行总统职务。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80岁拜登是美国头一回年过80的总统，那连任成功，宣誓就职是已经82岁。那川普也只比伊细汉3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上新民调发现，60%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无应该想要夺回总统大位，也毋过也有70%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无应该寻求连任。另外，综合民调显示，有38%的受访者对于拜登甲川普可能个对决感觉真忝，2%9感觉惊吓，2%3感觉悲哀甲惊吓。这些数据拢会当看出选民认为川败国战无啥意思。也毋过，川普目前伫共和党内以过半民调大大领先非洲州长桑德提斯。川普顶礼拜伫非洲演说了后，直接到披萨店欢喜食披萨，有未少支持者到场表达支持。那拜登有计后礼拜二宣布到伫2024选战。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
中国驻法国的大使罗沙亚讲，前苏联国家无主权国的地位，言论引起争议。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即马是赶紧发出声明，讲伊评论只是伊个人的观点，这毋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外界毋免伤过头解读。来关心南韩的总统尹锡悦要去华府访问，26个时的明仔就会和拜登举办会谈。伊之前尹锡悦捌讲过，台海是全球的议题。白宫就表示，会当有其印太局势也是双方见面重要的议题，嘛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和尹锡悦处理两岸紧张的立场也是同款的。来关心肯亚的社交，有一个组织对信徒洗脑讲，5时就当看到上帝，造成大批信徒真正死亡。肯亚警方即马封锁当地800英亩的林地，继续咧追查案情，嘛继续挖出一寡尸体。目前已经找到73个遗体啊，研判死亡的人数会阁继续增加。来关心国防部伫昨昏，阁侦查到中国嘅军舰山东号驶经过咱台湾东南部嘅海域，那即届伫咱俄罗片只有120海里。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掌握中共海军山东号航舰编队在西太平洋航行，到晚间5时许，距离俄罗比东南方概约120海里处，判断会经过我东南部海域。过程中，我海空兵力以及陆基雷达系统全程掌握动向，严密监控，并且适切应处。山东舰是第一架中国国产的航空母舰，2019年12月份的时加入中国解放军。根据日本的统计，山东舰对4月初7到4月23连续16天，拢有战机甲直升机咧起降，而且超过600架。政治消息来关心，前美国白宫的国安顾问波顿，捌呼吁美国爱承认台湾，伊对抗中国对咱台湾友善的立场是真明显，而且伊嘛表态讲伊要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那波顿打算4月底要来咱台湾访问。I think strategic ambiguity has been outdated for a long time. But my point is, across the region, there's a lot going on, and Taiwan needs to be part of that. 真济摆表态挺台湾，佮较摆呼吁外交承认台湾的，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波顿是知名的对中鹰派政府，真正已经表态争取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今麦4月底将要访问台湾，参加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40周年暗会，伊也是争取美国大选的头一位访台人士，也显示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当然，美国它自己本身的国内的经济啊、安全啊，跟整个大环境也是他们必须要去了解。不过，台湾议题势必成为他们辩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外交部表示支持台湾自由民主的朋友拢欢迎。那波顿和看做共和党有实力的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杨景。也要访问台湾，佮加将台湾列为亚洲型的头一站，要强化台美经贸合作。This is my first international trade mission trip as Virginia's governor, and I could not think of a better place to start than here. 去年，台湾成为维吉尼亚州在亚洲的第5大进口来源国，也是第4大出口市场。我们非常欢迎维吉尼亚州来台设置商务办事处，持续的深化双边的经贸关系。正正共和党的参选人纳马斯瓦米才淡出和台湾家庭有情，引起讨论。前副总统潘斯最近也可能宣布参选，有消息指出，伊也要伫6月访问台湾。伫美中情势紧张的时，对台态度甲论述也会影响选民支持。台湾摆加做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初，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发生大地震。第一时间，土耳其台湾中心有提供临时的庇护，众人拢真懊恼。不过，即马有立委是指记讲，因伫2021年的募款计划无立案就去募款，这是违法的。配合募款的平台表示会配合调查。也那台湾中心的执行长是强调讲，因绝对无违法。
这边连续冲击，涉内涉外侪万人。今年之会，土司边境发生大地震，通讯局台湾中心提供临时庇护，先心部署人，也毋过因进前的集资计划，互立法积极有问题。本案从头到尾都没有依公募劝募条例去发取劝募，也没有去设立登记，所以这个从头到尾它是一个违法的这个劝募。本案的发起人到底是谁？然后呢，这个捐款的流向到底流向何方？为什么流到个人的账户？引起争议的是，通讯局台湾中心自去年3月委请雷亚卡放大公司发起的募款，时代力量筹委区显智表示，因伫无款无支付、无处置着许可进前集资平台的违法上架，发起单位甚至一变再变，无有合法法人身份，最后募得超过1600多万，算有300万到至私人的落地啊，要求退款互捐款人。这个我还不晓得这个状况，我再跟我同事讨论一下，我再回你。这个专案比较偏向邱振宇先生个人发起的义卖活动，然后义卖的款项将作为跟土耳其台湾中心的特定的用户。当时我们判断这是一个应该是合规的行动，他们觉得有需要进行退款或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都会全部配合。雷克放大表示，目前相关案件当由卫福部审理，那真正爱退款全面配合，将来处理公共募款也会伫处理款无支付了后才收价。那台湾中心发出书面声明，驳条非法募款，也强调通讯局迄当时互调查局列为无充分遵循国际防治洗钱组织建议的国家海外汇款有困难，才会先汇到个人口座，搁转到中心运用。记者综合报道。控制查房的平均地权条例主法伫今仔日要公布，其中有一条内部检举者的条款被采用徛名制制度，检举奖金是罚款的3成。若是讲用查房上当方法5000万来算，安尼检举者上济就通领到1500万的奖金。另外，限制有售处转卖这部分，即马嘛有列出6项情形通例外。拜二要进行平均地权条例5项处罚的预告，内政部长林佑昌出席活动讲，这摆处罚的修正有2大重点，除了要保障正当经营者，也杜绝不当恶意操作。房价的部分也已经有温和的一个修正。那我一直在强调，我们是打炒房，并不是打房。那我们是要打击投机，然后我们也要鼓励投资。根据了解，对平均地权条例处罚，内政部推出要了解条款，也不过业者烦恼讲检举无存在，司法处罚明定检举是名制，若是有假造事情的，依上检调。检举奖金的比例调整降至30%，无相关的限制。比如操作上当罚5000万计算，检举人相关会领1500万的奖金。对此，建商讲，业者支持打压炒房地产，不是打压厝价。那政策会使互房地产市场健全，该做就去做。不过免调工推行检举是名制，才会甲检举人行走，互效果来拍折。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针对公家机关针对这些行政机关，它也会有相关的保密的规定嘛。但是多多少少啦，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些民众，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怕说自己的个人资料会不会被外泄。另外，伫限制有售厝换药转卖方面，除了转卖予太太也是先生，伫下血亲免申请核准以外，内政部定出6大例外条款，包含非自愿离职、超过6个月无就业，也是本人得到重大的伤病、厝重大财损无用大，也是本人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人重伤也是死亡等，有受处转卖拢无受限制。其他处罚是包含司法人买厝的许可制，让国民间团体讲可能出现缺失。制度放宽又会避免说有一些就不是所谓的都更的地主或都更的实施者，他会用这个漏洞来去买住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关心。平均地权条例处罚，等台内政部对外公布，因国法规实施了后，新法都会使打压炒房地产，实现居住的正义，由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即马民间的大代志，这是高岗8暝大甲妈绕境已经行到家己的新港。伫今日早起会举办祝寿大典，因为防疫解禁嘛，今年香灯卡比英过加要3倍，而且民众提供的食食嘛拢已经无限制啊，所以嘛开互英过伫路边现炒现煮在人食。大甲妈的新桥拄过轮仔桥炮啊连就点起来。数万名信众拢伫桥头来接驾，大甲镇南宫董事长简金彪就表示，今年参加的信众比往过加3倍。全世界3大宗教活动，所以这回呢，随咱大甲妈来到新港，甲新港妈回乡呢，
会使讲人数啊，超过逐年的3倍以上啦，全车拢是无够啦。要紧上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因好食的物件5花10色。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提供的食物拢是会当早来食的物件。即马解封了后，真侪档的食物嘛开放英国现炒现煮，要互要紧的人会当食好饱。我们的量大概准备大概有3、4千人以上的量，对，2天大概有3、4千人的分量。所以担不担心民众不够？以往的惯例是不会啦，我们都还会有剩。去年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我们改用速冻跟面包，因为这样子让大家带着走啊。因为今年疫情恢复了，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恢复原本我们用煮的。疫情解封，今年参加绕境的信众比去年搁较侪。信众加日前，大家嘛到新港的时阵，搁因为桥边放炮啊，引起杂草的火灾。消防人员接到通知嘛，赶紧来拍火，加载无大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地方放送头来关心高雄义修大学附近的186架线路是弯弯弯弯，而且常常发生车祸。今年就有30多件奥多拜累残的事故。最近呢，一只路里就有画标线写慢之字，提醒民众爱放慢速度。不过有民众就反映讲，准讲落雨天看到这标示，向赶紧打动，颠倒是高速道，颠倒危险。奥多拜小在落架的时阵，忽然间车头抓袂定，在后壁的人叽叽叫，车辆弄到边仔的护栏去。过顿间，阁有类似的状况，骑车的民众摔倒去，互缀伫车辆下骹，抑阁是对向车道的轿车驾驶来帮忙。有啊，我也是常都会滑倒过啊，只是说还好没有摔出去啊，因为这一摔都严重，摔到对面车道去。就是常常会有了那个机车骑士就自摔啊，因为那弯道算是下坡弯道，然后又是90度。然后常常人家车速过快，一刹车急弯，就很容易就是摔倒，就是累惨。现场是高雄义修大学周围的186架管道，翠屏学府路这个弯道将近90度，互人讲作是魔鬼的落架。今年1月初到9机车累残的案件总共有36件，看到累残也是弄起护栏的状况一直在出现。有热心的民众伫落架的所在装链仔来保护，但是也有民众反映涂骹新式的标记颠倒，互车祸变侪。有真侪人是落雨天的时经过标记的所在颠倒出道。警方将持续针对该路段加强搜寻，防治交通违规情事，必邀集相关单位会勘，包含引入移动式的科技执法。那我们会在适当地点呢增设相关的急弯还有减速的相关的标志。市府表示，今年2月设慢的文字标示，后手会招相关单位过来会勘，按算增加更较侪警示的标记，而且配合科技执法，也提醒民众经过当地一定要减速。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南投的丹台林道，对去年开始有开放奥多拜通过，也毋过前几日就大雨，伫5.5公里的所在是咧崩山，附近的路况真歹，是真危险。南投的林管处是表示，因为目前无法规通管制车辆出入，所以提醒要走这段路的民众，都要家己注意安全。沙标放落来，想啊车驶到遮袂得过，车顶的人只好落车，上机会紧走过。就惊石头落落来去互夹着。对，掉石头，掉石头，掉石头。有，还有石头会掉哦，用跑的。民众为着安全，用行经过沙壁，不过顶头石头仔嘛是有可能搁走去沙顶东，要过的人就要真细致。过了里湖局那个管之后，这边昨天下大雨了，这边就弹了。这是南投丹台林道5.5公里的所在，若要通七彩湖甲南投信义乡，就要经过丹台地区，所以便若休困日仔都袂少人会来到遮。不过为这个月中开始，就定定崩山，上两个石头站为山壁直接出落来，地处丹台林道3不5时就空路袂通，很近的去出不来。那过个一个晚上，或者说那个一个下午，其实都很难讲。你原本有路嘛，它可能就摊下来以后。你那个路就不见了。要进入山区，应该有审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入山计划，还有注意自身安全。民众表示，因为前一阵仔有落雨，山区的土质是更较无稳定，随时拢有可能会崩落来。
安达南道林管处表示，目前无法规会当管制车入去丹台林道。为去年1月开始开放2轮的车，甲业不需要的车会当出入。不过目前0到5公里的所在5棒线，提醒民众若要过，就爱细致。记者林建生、彭焕群南投报道。新北的新店有一间汽车旅馆发生命案，有2个也未成年的查某囡仔，那亲像是食毒食到死亡，2个人的遗体就拄伫楼梯间。警方对查有抓到一个30岁的查甫嫌犯，即马要了解过程。即马咱国内青少年食毒的案件有影是愈来愈严重。根据统计，去年3000多件毒品案，12岁到18岁就占超过400件。知不知道啊？对，知道。警员落门抓人，跟头毛的查甫人互压制，亲像真清楚警方安怎会找伊。为什么要弃尸啊？双手就靠红衣裳，一路拢点点，也毋过新店相死命案甲伊真关联。警方调查30岁细汉查甫人网络熟识2名少女，伫内就开拍23套早1点外，3个人入去汽车旅馆，再去10点外查甫人刷一个人开车离开，2名女子在1点外方发现倒伫楼梯间失去生命现象。现场我们有初步查获有使用过毒品的迹象，初步是排除有物理性的外力介入迹象。2名死者拢是未成年，警方初步判定疑似食毒过量死亡，也毋过毒品为倒位来，少女安怎会食，也同时死亡。专案真侪疑点，查某人讲是心慌，才会弃尸逃走，幸好后伊率前以弃尸退订罪嫌移送。本次这个案件是今年首度通报有吸毒致死的案件。现场查出的毒咖啡包混合苗苗等几啊种的毒品成分，用这类新的毒品死亡，最近几年拢超过80件，青少年食毒是占一定比例。在109年，我解剖到的个案是有到18岁的了，有比较年轻，有可能但是有一些可能没有致死。警方统计，查获青少年用毒为106年9500多人，占整体超过1%5，一直到去年也拢也有4500多人，大约占1%1。敢若去年11月的3300人内，国高中生占431人，或者更加无排除藏恶数。他可能听同学说，这个东西很好，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它本身来讲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让你提神的作用，他可能就会去用。从这个自愿自发的一开始，渐渐走上了不得不。青少年安怎会食毒，甲受干背影响有关系？安怎来避免？学者认为，除了为教育方面进行加强毒品知识之外，也建议官方建立健全的医疗资源，甲社会工作网等等，互把毒品的青少年会当得到及时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根据台湾儿科医学会统计，这几档咱全台湾伫大病院的儿科医生拢招袂甜，而且欠价是一年比一年还阁较侪。除了讲，因为即马现代人囝生少，加上即马儿科健保给付拢伤低，这拢是少年医生无愿意踏入这道的原因。囡仔破病，爸母会带去小儿科诊所。不过小儿科的患者，大部分的病人并不是儿童。医师讲，若干那看囡仔，一定多点。像我看的病人，有一半不是小儿科，因为我如果纯粹看小儿科，我一定导电。少子化嘛影响医生无爱去做儿科医师，致使台湾各大病院找无儿科医师。像一向热门的台北马街儿童病院，7月底前要找医师，到达也未招满。根据儿科医学会资料，全台儿科住院医师的招收率，对北一年度到达保定公业，逐年拢是130个左右，但招袂甜的欠价，一年比一年严重。儿童的医疗的给付设计不能再以量来考量，说达到一定的量，他就来养活这个医院或这个医疗诊所，也要考虑到本来该有的一个门槛，不会做一个亏一个。有儿科医师指出，除了少子化，儿童医疗支付较低，嘛是人无爱做儿科医师的主要原因。过去厝内科、儿科、妇产科、外科急诊，拢是较招袂甜的顾客。颠倒皮肤科、眼科，真侪医师小侪抢名额。台湾医疗改革基金会烦恼无备帮，未来有一寡急动症的需求的患者，恐惊找无医生。假设未来有儿童急动症这样的一个大量医疗需求，例如像之前 COVID-19 这样的一个情况
况下，那国内可能的医疗量呢是没有办法去负荷的，甚至我们可能必须像国外这样子一个求援。医改会就建议政府要检讨健保支付的标准，提供诱因和高风险处境的区别。健保署回应讲，目前健保已经采取总价制度，当来检视各区别的支付情形，会看理科需求进一步讨论。记者陈嘉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墨西哥。墨西哥头一个左派总统欧布拉多，伊咧选总统的时，捌批评过前总统咧用的专机伤过虚华、伤过土制。伊讲，总共一选调伊上任，伊就要甲卖掉。伊真正用5年的时间，最近以新台票28亿，甲即只专机卖互中亚国家塔吉克。那即条钱，伊要摕来起病院。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伫个人的推特传影片，宣示波音787总统专机确定被予中亚国家塔吉克政府收购大约美金9200万，代表28亿，会用这笔钱为南部散车的瓦哈卡州甲格雷罗州建造2座80个床位的公立病院。Nunca lo usamos nosotros, pero me hubiese dado pena. Lo digo sinceramente. 这架梦幻客机改装的总统专机，是前总统卡德隆2012年开2.2亿美金，大约代表花67亿的公家钱买的。继任者潘尼亚尼托是受益者，坐伊进行真侪摆的出国访问，内部空间高贵搁宽，甲总统套房的奢华设备会当比例，因为维护成本真悬。倒派游击队出身的欧布拉多伫2018年总统选战，都替总统专机批评精英主义政府的腐败，宣示家己当选。得以将伊卖掉，上任了后也真正开始卖。虽然拍这个1.5亿美金，也是无人买。当局把发行乐透抽总统专机中钱，去年也想要用出租总统专机开生日趴，也是办婚礼的方法。5年了后，今仔日才总算找到买人。Ya la transacción está cerrada. Ya recibimos los recursos en su totalidad. Se encuentran en la cuenta del instituto para devolverle al pueblo lo robado. 欧布拉多讲，过去总统享受高级椅啊，官员事后伫边啊虚荣，完全甲人民脱节的代志，袂当各方温存。也算是墨西哥政治伫伊领导之下已经有所改变，讲是新闻是非常必要。关心环境，为了要减少塑胶粪扫对环境的污染，伫印尼巴厘岛有环保人士就利用回收的塑胶粪扫来起环保厝，而且即马嘛有度假俱乐部发挥创意，甲塑胶粪扫变做家具摕来装塔，因为甲粪扫变黄金，拢得到游客肯定。这间位伫巴厘岛海边，外表真是惊的厝，无讲你看袂出来，完全是用回收的塑胶粪扫所起的。无到4平的所在内底，面床、灶骹、浴巾啊，这设备拢总有。So this is all made from single-use cups, sitting in rivers. It's fully equipped with some drawers to put utensils like plates, kitchen appliances. 岛上这间海保俱乐部更加把塑胶粪扫回收利用，完全该发挥。对食饭所在到伊到艺廊的装饰品，全部拢是塑胶废弃物所做，互人是大开眼界。We look at the waste that is generated, and then we try to get creative about what we can do with it, using science, design, different elements to say, okay, how do we minimize what goes to landfill? 巴厘岛对观光旅游兴起了后，河川甲海洋的塑胶污染愈来愈严重。为咗民众感觉已经对海洋的生态造成真大威胁，开始减少塑胶来水环保。这间俱乐部直接附设工作室，加塑胶粪扫佮加工。像这真水的盘链就是因的杰作，真受到游客肯定。It's impressive, the initiative that the Barnese people, the hotels, and what most people around here are doing in terms of collecting and recycling waste. 巴厘岛民众希望减少粪扫努力，会使改善环境，更加希望会使让因的观光业永续发展。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即马电动车愈来愈时行，电动车食电，所以爱用到锂电池。锂电池愈用愈济，嘛成真侪所在，即马拢伫乌锂矿。伫哥斯达黎加有一间工厂，互人合作都市内底的锂矿场。这个所在是专门咧回收电子产品，也有电动车不爱用氦气、氘气的锂电池。因甲这个锂电池处理哩的，就会当佮做出新的锂电池，毋但会当减少污矿对环境造成伤害，嘛会当解决不爱的电池。
将笔记型电脑内面的电池摕出来，佮有手机内面的电池，全部拢放伫即个桶仔底，交予电池回收公司的员工，再转去工厂处理。这间伫中美洲国家 Costa Rica 首都卡塔戈附近的回收工厂是30年前成立的。最近这几年开始专门回收电子产品，佮有电动车内面已经废弃的锂电池，将锂电池一个一个放伫输送带顶头。经过加气规个加护线了后，锂电池会变做安尼，将一寡塑胶、铜、铁、阿鲁米过滤过，留落来这种乌色的粉，就是会当用来制作新的锂电池的主要原料。Y es una mezcla de metales, principalmente óxidos de cobalto, níquel, manganeso y lógicamente litio, que son la parte fundamental de la batería. Y son metales escasos, de alto costo en el mercado, y por lo que son importantes recuperarlos. 事实上，即马世界各国拢想要开采锂矿，尤其是为着环保，开始要用电动车来取代过去使用汽油、柴油的车了后，锂电池的需求大量增加。锂，互人讲做是白色的黄金，是21世纪的石油。全球市场的介绍，为2020年每公吨5700块美金，起到2022年的每公吨6万块美金。短短2年来，就涨超过10倍。但是因为开采锂矿爱使用非常大量的水，对环境造成伤害，真侪矿场附近的居民嘛会反对矿争，所以参像 Costa Rica 这间回收厂，将锂电池回收处理了后，会当佫摕来制作新的锂电池，是真理想的做法。而且回收旧电池来做新电池，产生的碳排放量只有开采锂矿的1/4尔。另外一方面，过去锂电池用坏了后，大部分都是直接当作粪扫弹掉。经过统计，全世界锂电池的回收率无到5%，造成环境的污染。这间回收厂目前每年会当回收1500公吨用过的锂电池，嘛，让 Costa Rica 变做规个中南美洲回收锂电池搁再利用的模范国家。记者甘恩恩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7度。外岛17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